大家好，我係設計師阿 Ben。呢個單位係黃埔花園680尺3房單位。我哋設計風格係溫馨同埋柔和為主，所以配色都係淺米色配搭白色為多。因為係鑽石型客廳單位關係，我哋特別留意客廳嘅動線。房間都係根據業主嘅要求為佢哋設計，希望大家細心欣賞呢條片。多謝大家。如果大家鍾意我哋呢條片，請大家 like、訂閱同留言。想知道片裏面更多資訊嘅，可以 PM 我哋。